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了》，我係 Rita 林玉天。今日呢嘅節目，我攞大家談論夢想呢一件事情。從細啊 ，Rita 是希望講，我做得做歌手，我做得做一件乜嘅，有當多嘅想法，香港我自家為咗記錄下來、畫下來、留下來哦。我知道，哎樣呢，我另外嘅夢想有很難圈咧。今日呢一個夢想㗎，佢真是攞佢細好嘅東西。想要做的東西實現咧，佢當地嘅繼續行佢夢想之路。呢一個先生 Rita 非常嘅佩服，咪非常喜歡佢嘅作品，有小說，有繪本。佢呢係來自台北藝術大學同化學內嘅副教授，葉安德副教授。今日到現場嚟同大家介紹佢嘅作品，講佢人生嘅故事哦。謝謝來歡迎葉教授，你好。係，玉天你好，大家好，我係葉安德，真歡喜來到福氣來咧。耶，歡迎先生。你講嗬，先生建立下啲特別藝術大學來擔任教授嘛，嗬，教青島嘅學生啊。不過呢，那睇先生呢身份嗬，其實你係一個藝術家，你係創作家。我知道看你嘅作品時候，哇！又當到愛啦，喺個有嗰種大病嘅精神，喺個當自由嘅感覺喎。所以先生喺從你嘅作品當中知道，你嘅童年天出過到當快樂。童年啊，我童年在新竹市，嘅清華大學順體會則我光明新村，喺大個地方，我讀嘅小學嚇，差唔多冇到130，謝謝學校。童年帶給我很多很愉快的回憶跟經驗。我可能你嘅作品是愛啦愛嘅腳踏車，愛嘅時裝車。所以看了書嘅時陣就講，當到頭擺大家講聲音啊，我想嘅乜嘅啊，獻嘅望咁嘅心境，你係真是你童年嘅故事嚇。從細啊，物質條件冇咁好啦，所以講。上有一推腳踏車，東南係冇？東南，我卡是有個抬推嘅，個阿公騎嘅腳踏車，抬推嘅。細細看人羨慕人嗬，有個細細推當將嘅姓差，是上有一推。一故事是講，我用辦上有個腳踏車，用辦想辦法來賣到。哇！個成日有冇錢？用個山呢？所以從頭到尾啊，冇買到嘅腳踏車，冇買到。你係要看故事日記嚇，從頭到尾冇買到。後來你係買了一筆咯？媽媽很辛苦，都要做手工賺錢，然後我跟他講啊，你係考試打第一名啊。我是買一推腳踏車俾你，就是結果咧？結果我也聲音唔是考第一名，是解牌本來考到，真是考到第一名。我是轉去讓我媽媽講，買一推時裝車俾我咧嗬。我媽媽嗬，我當伊看佢嗬，為咗買一推時裝車俾我哦，當伊哋做嘅手工做個板牙，我看到我自家唔辦得，看到媽媽很辛苦，我自家落去講，我嘅蠟筆嗬，為麼咧？是買了筆本來是好咧，買一盒蠟筆本來是好，我媽媽是買一盒新的蠟筆本來，我是老爺時裝車，故事裡面就是這個小孩子其實切風色咧，其實老自家講，佢hand排有。有錢的時間買一台，佢買一台大歐都擺，佢底下有一台新的時裝車，有一張新的蠟筆。他本來要一個禮物，但是他現在有2個禮物，是這個意思。先生真是很夢想家哦，因為呢個故事可能以後是本人知道，都有希望。香港我想要一種嘅大病嘅精神。愛病毒，我是病毒。香港有一種對媽媽嘅感恩嘅感覺。你係你第一本嘅作品呢？係，
第一本可是来做绘本是做安静菜，韩国两本书翻做9种嘅语言传到世界各国，非常厉害。冇係。第一擺是要安慰先知咯。咁先生認為第一個故事是上嘅想嘅童年。家愛失業啊，本來愛做動畫，到好萊塢啊做動畫製作，那做十個年，差不多40歲家嗬，公司經營不善，啊，強賣薪水，啊，我自家又做到個腦膜炎，做到痛甜呢？痛甜，嘿，所以我雙重的打擊啊，是本來想好，條路冇好做咧嚇，唔知要做乜嘅，我是想利用我的經驗啊，我會寫故事，我會畫圖，然後我想我可以做什麼，啊，我就跟我太太說。給我留職停薪3個月，我在家寫一本書看看。3張嘢你是寫2本咧？係，我是不卡哦，3張嘢我是寫也第一本，啊，我明啲有人來看麼，賣得出去麼，啊，我是講持款本自家一隻機會，啊，寫出來，我哋有每一家信州的出版社，我有合音出版社，給讓他出版。出版，得到一些鼓勵獎項啊，然後賣了9個國家的語言，所以讓我有信心。哇，很強哦！咋個出書？用創作來講，3張嘢就得做2本，韓國2本1本哦，因為短幾隻事情哦。特別佢嘅圖上啦文字全部一豐富哦。特別唔定用辦寫書，我咪唔定冇經驗，我寫。本出版社家去嫌太笨，給小孩子看的啊，字太多了。佢講那個熟睇到，嘿，熟睇到。本咪去看，古時安好，做下那個演出來好了，冇咋個修改。哇，所以安永英是得獎誒。然後嗰本書啲都係起承轉合哦，幾個清晰、鋪張改動好。所以2本書咪算係本意有一隻動態動力，繼續向創作2條路哦。有冇強樣講自己嘅故事，然後同聽音類化同化，你完全冇強樣嘅。所以因為2本書是本不看你咪超講，哇，很強哦。唐講2故事有一隻小小的有趣的點，讓人家來有關係。你突然記到書曲係嘛？第一擺我出書噶哦，我想。你還唔對有人吼，會賣我書麼？我是去跟寫，讀幼稚園啊，我圖去個一隻書局，啊，我是順頭看有人看我書麼？你是做時充的調查的錯嘞？是錯，我是冇老實人講，登記地袂走，我是啲個看書，看有人翻譯本書麼？等於幾下子啊，冇人去。翻譯本書。哇塞，剛剛上緊冇做咧，係冇？冇人講係冇做咧。我家想，冇找寫好咧啦，冇嘛信心。家下順頭一隻家樂福哈，家信業哈，大閘蟹，大家都買大閘蟹吃。個大閘蟹一隻大閘蟹哈，個幾款的哈，一隻大閘蟹讓我一本書平多錢啊。所以睇下是冇咧，書漢做得看嚟有看，看嚟有看。睇下一款一款愛賣大閘蟹，冇人賣我書，我想我這個入錯行了哈，我想冇做。家我成日做，家有一隻小女孩哈，佢哋獻嘅其他本啦，我來老佢講，我老佢講有一本啊，比亞本好看。是推薦爸爸嘅書本嘅。佢是拿我嘅書，本嘅什麼看？可能動感通了。神爺直接用行動支持你。對，等於是我覺得他比我還有勇氣。對，比我還有勇氣。就是剛好在失業的時候嘛。對，就是我需要一點勇氣才能走下去。這個是一條沒有嘗試過的道路。那想說，
我就为他再写一本。哇，掌声鼓励，你也是勇敢嘛。所以有两本爱人爱脚踏车有得奖，还有犯咗9種嘅意義，我相信對教授來講啊，一種當新鮮嘅創設啦，嗬，每種動態鼓勵，撒下來是有馬上跳嚟愛片動，一咁係真嘅名嘅故事。係，特別你去片動嘛，帶片動嘛。對。啊，这个故事是第2本啊。嘿。啊，我就是想要写什么故事呢？就想到小时候的生活经验。爱学校哦，或者加湿衫学校啦，写学校，当然去片动。啊，幼儿园嘅片动唔见睇咧，亲摸咧，训导主任是大爱是搭建啊广播啊搭建亲摸爱片动。咁冇碰好信用嘅晒誒。家下哦，大家請和啊，這個愛概念哈，真實的生活啊，是我那一天呢，就是沒有帶便當，沒有便當了哈，然後大家都分他的飯菜給我吃啊。那但是我在故事裡面，因為我小時候學校裡面有養一隻猴子，那我把這個猴子編到故事裡面啊，這個是杜撰的，那就是。在書裡面呢，大家都說是猴子偷了他的便當，因為他的便當上面有一個香蕉的貼紙。大家是來本嘅黑我，來本嘅黑我講係黑我偷嘅便當。結果其實根本伊自家冇帶，冇拿去吹盤。真是家下細細家硬是便當邊個抽屜冇拿去吹。本來發現啊，當歹勢，唔敢拿出來寫咧。啊，唔敢講咧。係唔敢講咧，因為大家本吹本盤本愛寫，啊，我唔敢拿出來咧。啊，故事後背啊，我是喺後邊頭個大樹下吼。當初講。係，我是。真是片動是不會寫的啦。我是拿片動不會寫。那佢會寫歷史出嚟。係啊。還有一隻理由啦。順茶來本機啊！我像透過故事吼，真是有動到嘅回憶，也係你透過故事就得講出自己內心嘅感情。等間下呢，請大家聊一下，繼續到進來，同安尼嘅安德教授來講故了。歡迎大家進到富喜來了，我係瑞堂玉天。今半日要請到節目當中嘅來賓，佢係一個夢想家，我係安慶富嘅藝術家，佢係作家，係葉安德副教授。今日喺節目當中咧，紹介教授嘅作品啊，每本都非常嘅精彩，所有年齡、台灣社之前做得看。再次來分享，教授你好。哎，你好。啊，先生，你看你嘅作品嘅時節嗬，除到你有當到嘅愛展現喺你嘅作品當中。接下來讓大家紹介是係《探傾半耳堂》呢本書，肯定認識呢個寫阿妹嘅成日係妹嘅，呢係真實的，這個是一個寫實的故事，係嘛？係，謝謝啊！我看到我妹啊，差不多芒頭幼稚園噶哦，其實。叫媽媽買一隻音樂盒，鋼琴形狀的音樂盒本機，啊，我是看佢當伊啲個攤個音樂盒，啊，條籤是擺一個娃娃布娃娃，嘿，彈鋼琴本機要彈。我講，因為學鋼琴嘛，啊，我看伊以後哈，我請老師本機學鋼琴好嘛？佢講我已經唔會咧，因為這個音樂盒它自己會發出聲音啊。那但是我跟他媽媽就想說，有興趣不一起看啊？對，看他每天都在彈鋼琴，那我們就幫他找一個老師。那幫他找了老師以後，確實他也彈得還不錯。哦，有天分哦。老師也說他很有天分，然後就跟他說，幾個月以後呢，要參加第一次的演奏會。那開始他練琴啊，壓力就比較大了。哦，練琴弟弟有弟孫哈，是係剛才你講到書局介紹爸爸的書本，可以啥了解弟弟嗎？直接他們講起。你要是注意看上面那一本琴譜，是我剛才介紹的那本。誰偷了便當？誰偷了便當？
因为他们看不懂谱，他就觉得上面摆一本书就可以弹。那姐姐每次要弹钢琴的时候，弟弟就要去，他喜欢姐姐弹琴，所以他就要旁边吵去同乐，就乐要一起弹。然后呢，这个姐姐就不高兴，就觉得这个钢琴是她的，妈妈买给她的，她就要把她赶走。后来妈妈就说2个一起弹，姐姐就把这个琴谱收起来，结果嘞，对，就说不给你看，看你怎么弹。结果弟弟就弹得很高兴。对，所以姐姐是很喜欢弹钢琴，然后也很爱惜她的钢琴。然后弟弟呢，他就是喜欢听姐姐弹琴。所以这本书呢，地读和法，事实上你也法父哈，那当时你创作是用什么样的媒材？这个其实是电脑，主要是电脑。就是实行一同法专创嘛。对。所以全部你的作品，台体应该基本上是用电脑来画。没填，用书法填挪，一起对。混合媒材，综合媒材全有哦。对。所以你要设计电脑的这个媒材啊，它可以有油画、有水彩、有其他各种媒材的形式，也可以仿铅笔画，所以对，动力片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所以用英雄就是仿油画嘛，笔触。看成日一上台的时间是像夯里个沙漠，夯一铺是被囊落去的感觉。拖着沉重的脚步。这个我就可以讲一下他第一次演奏会的故事了。我的故事主要是因为他第一次演奏会的时候发生的一件糗事，然后改编这个故事。给提白送一栋金钟，所以我把它描绘成他走在沙漠里。结果其实摊到一半，摊不记得嘞，其实在上面发呆，亲家妈妈结果就是他就跳下钢琴跑掉了。他就跑掉了，当场就觉得很糗，就是这个小孩子在上面弹钢琴，弹到一半他就跑掉了，压力很大就跑掉了。我就那个画面，因为挨底下不有一个柳阳啊，我就这个印象画面啊，觉得很不舍得，怎么这个小孩子压力这么大，弹到一半就跑掉了？那我就想来帮他写一本书。那这个故事里面呢？他的弟弟生病了，感冒了后面几页他感冒了以后呢，他这个他弹完琴以后他就因为上去演奏会那个经验不好，他就不想再弹了。是唔弹呢？唔弹呢，其实该钢琴呢就把它盖起来变成桌子，当一在写功课是东西。在钢琴当中那些东西，钢琴他已经把它当做桌子在用，结果前面一页那个弟弟他生病了，他就拿药，妈妈就要喂他吃药，那姐姐就拿糖果，就说你吃药啊，姐姐就给你吃糖果，结果弟弟还是一直哭，那姐姐就想到弟弟最喜欢听他弹钢琴，他就跟他讲说，那我弹琴给你听。结果一弹的时候，他小时候弹的那些娃娃都变成真正的动物。那钢琴呢是100年长成的云杉做的，所以钢琴一弹，发挥了它的功能以后，发挥了它的这个安定心神。对，马上就到了森林里面。所以这个钢琴的琴声就到了森林里面。那妈妈啦、弟弟啦，都在这个琴声里面睡着了。我也本书是会绕该个后艺术的该怎样讲？就说你们为什么要学艺术？为什么要学创作？学这些生活看起来像用不着的东西，但是其实弹琴就是给自己听，给别人听，给弟弟听，给喜欢的人听，改造美化我们的生活。那你原来是一个杉木，100年才养成的杉木，你就发挥了你的用处。所以就是想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就是弹琴是要这个不是为了演奏会，对，不是为了演奏会，你为到大点听听。其实呢，你晓得弹琴，晓得画图，係本爱你的想法，很难有一种享受的感觉，咪像係一隻禮物送本俾生。該講起嘛，你也喊迪布卡。
有弹吗？湘西可能应该来了，应该没，他们都不是音乐家，可能叫做哈9918送去弹钢琴，应该是我心中就觉得很感动，我喜欢听他们弹琴。很赞哦！在线上看你俩的作品地图哦，而且自家当多丰富的感受，全家人你嘅作品哦。有人讲，我係用扮演，那我想诶，正是变身，我嘅创作展现出来俾大家看到。因为之前讲做了10多年嘅同化嘛，咁因为公司冇經營好，結束咗，正經公司係亡咗的，咁於是離開了行業。開始投入回本的創作，不過該東西你的心情有辦做得底，中年轉職也是蠻需要勇氣的啦，係嗎？是需要很大的勇氣，但是也是因為生活現實，所以要想辦法，因為還要養家，想一想，還是找一個自己。最喜歡的工作，然後能夠發揮自己長處的工作，上來上去我還動好畫圖、寫故事。我就想說，這個也許是我的一個機會，應該是此款啦。哇，所以你係嘅當為講古人嘅，因為你嘅同化呢一道作品啊，沒有得到金馬獎嘛，所以係做土人嘅，有自家會畫同化，是運用到你嘅作品當中哦。咁今日先生又講到，係講你做藝術創作，你有安嘅夢想嘅朋友，是不是叫大家不要輕易放棄？創作其實就在生活裡面，就是不一定是寫故事，不一定是畫圖，我覺得每個人對生活都要有創意，要有想象力。比如說我們碰到一件事情的難處，那你就要想到這個最後呢，我們要怎麼改變這個不理想的狀況？那我們需要想象力來改造。不管是婚姻生活啊，不管是工作啊，我們都希望有更好的結果。那我們需要有一個好的想象力，有一個正面的想象力。對。你講生活當中會遇到當到嘅挑戰，就說可能你遇到嘅投入冇順利，但係講兩公婆冇煩惱，也成日有乜搞是搞唔堂，常常我們會遇到很多這樣的情況啊。咁係用白英講，讓你的想象力飛揚，韓國係不一樣好嘅素材，呢其實冇咁簡單嘅。我覺得這個是跟我的信仰也有關係。我愛一個基督徒啦。但是我們知道，就是我們想要的這個方向是什麼，我們就必須要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朝那個方向去做。對，所以我覺得創作其實就是改造自己的生活。哇，你幾位很感動。創作是係改造自家嘅生活，要談落去麼？對 Rita 來講，因為 Rita 除了我主持節目，我係個歌手，我係寫歌嘅人，我係唱歌嘅人，所以先生呢幾位我談落去我非常的有共鳴，因為我上一段我自家講嘅話，我希望透過呢音樂獻本社會每生人，呢係我嘅熱情所在。好，所以你肯定會對自家精神喊話，知道嗎？而且相信你看到當到的時間會變心創作，像這個《天堂小鎮》，我覺得這本書是非常感人的。有冇講？因為佢係講有車諾比的事件嘛，像又有反駁，又有講你嘅人性，係嘛？其實我原來都是寫童書，比較短篇。那我的小孩子漸漸長大了，變成青少年以後，我就想說，我可不可以寫一個比較長篇一點的小說試試看？因為過去在學動畫的經驗裡面呢，一直都想要夢想拍一部動畫電影，所以這本書其實它的故事就是一部動畫電影。哇！那我只是把它轉換成文字的小說因為拍電影需要很多錢啊，需要很多人啊，那不見得有這個機會。但是我想說，我就先把這個故事寫下來。那這個故事是來自一個車諾比的紀錄片我看到的想法，然後我就發現說，我們這個環境還有我們的價值在什麼地方，然後就編了一個
很像动画长片电影的一个小说。对，这是我第一本小说。我那小说哈，地图机的画面哈，我不引起都讲哇，这个就是在电影里面。对。然后佢讲分阳光临天堂设计，他形容扮演天堂，但是这个天堂好像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里面有好多故事哦，对，非常引人入胜哎。它这个天堂小镇呢，主要是一个很美丽的小镇。那山上的这个森林呢，其实被砍伐，然后但是这个狼就没有居住的地方了，那他就往小镇里面开始跑。他为了生活，为了养家，他这个狼爸爸就是你吧？对，他也为了要养家，所以他就往山下的小镇跑。可是小镇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怕这个狼，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捕捉它，每一个人都要这个要杀它啊。那结果但是有一天这个意外发生了，就是这个小镇呢，因为附近的核电厂爆炸，所以呢，他们的小镇所有的人都要搬离，所以最后留下来的全部都是动物。所以这个故事，这个天堂小镇天堂小镇好像动物园了。对，天堂小镇那个前面那个英文在树苗，对吧？树苗，前面的书名封面它是 Heaven 那个这个 Heaven 呢，招牌在故事后面掉了一个这个，就是你直接翻到封面，对。那个 Heaven 有一个一掉下来了，有没有发现？那个掉下来以后就是变成一个避难所的意思，Heaven 就变成避难所，所以这个小镇原来是人的天堂小镇，但是最后就变成了这些动物的避难所。所以写故事的时节有动到的，俩创意的家己地图但才叫英文史，今日做得变成一张密码食材当精彩，等下下安尼的继续谈了安迪教授来分享佢人生嘅歌唱很精彩嘅故事等一下繼續到進來復習來咧。大家轉到復習來咧，等等 Rita 紹介了本動作美術本大家，為你人生留白人生當中會經過當多嘅事情，不過你回過頭，相信有嘅快樂，有點目擊，有嘅烏冇想再過去看佢，佢到底留白了乜嘅意思呢？今日你邀請到本議台通話行內嘅副教授，入安地入副教授，喺節目當中嘅一個藝術家，嘅一個夢想家。佢帶來嘅新嘅作品去年讓嘟嘟出版嘅，實實請教授來介紹一下。教授好，你想要留拍乜嘅？其實這個是我小時候的一個經歷啊，係呢，你要在少年時你嘛？我國中的時候在重考的過程裡面不小心因為一個意外被籃球打到，所以我就失去記憶。然後你講係真緊的對，一段時間，這個不是故事，這個是真實的。就是我在重考的階段就是出了意外，所以我沒有辦法好好讀書，所以我第2年考的跟第1年一樣，沒有進步所以因為身體受傷的關係所以那一段時間又失去記憶，對我來講是一個留白的人生。這1年在當時年輕的時候，覺得這1年裡面完全沒有成長，因為第2年考的跟第1年一樣。本來是想好好念書，但是沒有辦法，碰到了這個意外。那對我來講，這真的是一段空白的日子。但是當特別的，當特別，因為係講你考得好，你也是冇了嘅藝術家出現的，可能你是為做配嘅透露係嗎？家是這重考都冇免職心裡面覺得很自卑，覺得書念不好咧，好像就什麼事都不好，你就是一個比較低等的人，所以覺得自己好像沒有翻身的機會，只要書讀不好，尤其到了第2年還是考不好，那就非常的沮喪。可是我自己到50幾歲，現在回頭看
这一段经历的时候，让我想到，其实我的这一段空白啊，这一段其实是一幅画里面最美的留白，因为当时啊，碰到了这个事情，知道自己书念不好以后，反而我更投入画画，我更喜欢画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不只是教科书，就是开始追求自己的兴趣，喜欢做自己的事，然后也在这上面找到成就感，所以不再觉得自己是样样不如人啊，因为当时你要书念不好，你就觉得是这个自己不如人嘛，所以在别的地方找到成就感，所以对我来讲，它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转捩点的。掌声鼓励，我相信生命当中每一个安排都是最好的。咁樣講，因為其實 Rita 咪係做媽媽嘅人咯，你對教育非常嘅關心，你思考講。所謂嘅心境，你展現出來到底係乜嘅？我為老師講，你表示講，可能先生教嘅你曉得咧，你可能還冇懂了解，你就講去了解，樣是好咧。我咪拿先至來比較，不過喺你用言詞又講你聽錯，幾多分又係表示講你好嘅，你嘅價值係建立喺咧所謂嘅名詞啊、分數單。不過家先生講嘅咪係送本所有嘅朋友，你聽到你真是要嫌棄嘅，你投入，你好好做一件事情，無論書當中可能係翕相啦、畫圖啦，又係用音學唱歌，像 Rita 學唱歌啦，係彈鋼琴啦，我除了係大家做得簽到興趣來發揮，所以老師你真的蠻勵志的。對，我在學校教書，因為剛好也在藝術大學教書，所以我也常常告訴學生，就是一個人是很全面均衡的發展，所以不是只有考試、念書如果你可以注重人際關係，你可以運動，你可以有其他的興趣嗜好，全人的發展，那我覺得你就會變得過得非常健康不一定就是書這個全班考第一名的也只有一個那其他的人好像就是都不行，這樣子也不可以所以我覺得每個人要看到自己的天分，看到自己的長處，看見自己的價值。我覺得教育最重要的就是最怕教出來的孩子就是自己覺得自己一無是處的小孩。這個是我的觀點係，我當喜歡是係有嘅先生呢，當生詞幾好搞每3年，譬如講30個學生他就會有30個獎狀。為什麼呢？因為可能就是那個很熱情、很友善的對別人，可能了解呢就是特立獨行，但是老師說佢非常有創意，做得當專注來做嘅事情。所以每3年都要有點識看，你有大概種很特別的眼鏡，去看到應該價值到好處嗎？這個主持人講得很好，這一點就是我《留白少年》這本書最重要的。我喺簽到地圖一隻畫面，其實每一隻畫面都動好了邱先生呢隻畫面非常的有鬥志，然後也很有創意。我們講呢，你可能要挑台步給該動人寫信上了。那你在面對很多的挑戰時咧，動熱咧贊助韓國你是不是有夥伴？然後你是孤軍奮戰的嗎？剛你面對挑戰世界，你有沒有正面迎戰，面對他的勇氣？好，莫安石來講一下我這個故事裡面有靈魂有轉成3個角色，一個是一棵樹，一棵木棉樹，一個第2次轉變就是這隻大黑狗，第3次它就變成了一隻斑鳩，而且是一隻媽媽，它的靈魂就跑到這3樣東西上面。那第一件事，它變成木棉樹的時候，我想要讓它借着它成為一棵樹，然後哪裡都不能去，要學會忍耐，要沉澱而忍耐。對，然後當它變成大黑狗的時候，它很強壯，它很勇猛，但是它這個時候就是要學會寬恕。我在這個故事裡面情節讓它學會寬恕。再來，它變成斑鳩的時候，它成為了一個媽媽，她去理解媽媽的辛苦，
理解妈妈的付出，然后他旁边有一个小斑鸠，他也学会照顾他，所以在第3个阶段呢，他就跟妈妈，就是这个又理解了妈妈，然后呢，他学习了付出。哇，很感动！那本书真是动推荐大家，这是会爱不释手，一口气会一直想要把它看完哈。所以线上底下铺清那本书的时间，它都是你很想要跟大家说的话。对，当然，没有人会喜欢听说教，对，那我把它藏在，尤其是给青少年的阅读啊，我希望是用很精彩的故事情节，然后带给他们一个娱乐背后的一个价值观。好，今日非常感谢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我想最美呢，请教授用记，而做过最疯狂的事送给大家。老大家讲梦想家，还系当电空的，线上做过最电空的事情系嘛个？应该是去参加全马。马拉松跑42.195啊，因为我从来没有练习跑步，然后就太太就帮我报名去参加跑马拉松。结果你有跑完吗？我跑完，但是半条命，非常疯狂。您先生安用您哦，所以今日非常感谢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老大家的分享。咪希望您先生的经验，我相信听到您会得到祝福，得到帮助。欢迎大家来看作品哦，再一次希望教授，希望你。谢谢玉婷，谢谢大家。咪希望所有嘅朋友来收看今日嘅福喜来非常精彩推荐好书本大家哦，希望大家嘅收看，等下邀请大家继续听您先生来做运动了。讲力量。喜欢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